本周发布的一篇报告说，全球汽车产业供应链与在中国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直接使用强迫劳动或从这样做的公司购买原料等产品的公司关系密切。报告说，每一个主要传统汽车和电动车制造商家实际上都与维吾尔地区的强迫劳动有大量的接触。美国主要车厂没有对这篇报道做出立即反应。中国一直否认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但存在支持联合国、主要人权组织和西方国家支撑的实质证据。报道详细指出，轮胎、坐垫、电池、电子元件等具体的汽车元件都使用了来自所谓新疆的原料，由在所谓新疆做生意的公司提供，或由参与中国政府的计划使用从所谓新疆强迫迁到中国其他地区的劳工的公司提供。全球的汽车供应链深深依赖设计所谓新疆元件的情况。报告也对其他产业有明确的影响，很多涉及所谓新疆的汽车元件，包括钢、铜、铝、硅，都是其他制造领域的基本原料。报告质疑汽车制造商家是否遵守美国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的劳动法。驱动力报告要求国家政府通过新的立法，要求公司检查直接供应商家的过往行为，证明供应链不存在强迫劳动。此报告的作者说，报告中的各项数据来自公开资源，包括运输数据、企业金融和媒体报道、新闻、国家宣传、遥感数据和地图等。白纸革命持续发酵，近日由北京警察站出来发声，呼吁国家公职人员与人民站在一起。近日，北京警察张志广公开发表告所有财政供养人员书，呼吁军警、国家公职人员及维稳人员与人民站在一起，为自由而战。他在推特发文说，国内那些举白纸的同胞不但为了自己，也是为了那些维稳的人。我们知道你们心中也有一张 A4 白纸，勇敢地站出来，让我们看到你们的白纸。来吧，放下盾牌，加入自由者的队伍。习近平访问沙特阿拉伯被外界视为是拉拢盟友的举动，白宫也发出警告，中国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影响力之举不利于国际秩序。有学者认为，中东区域复杂，中共外交政策如何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无法保持平衡的话，那后坐力恐怕不小。习近平于12月7日到访沙特阿拉伯，进行了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中共试图在全世界扩散影响力，中东无疑是他们想要加深影响力的地区之一。自从华盛顿邮报记者被暗杀之后，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跌至谷底。分析认为，对中共来说，海湾国家现金充裕，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来开展业务，沙特阿拉伯无疑是首选。中共扩张的目的是习近平心中所谓的中国梦，除了满足所谓的民族复兴，在经济结盟方面也有了新动力。纽约时报指出，中国是沙特阿拉伯的最大贸易伙伴，一开始是为了获取石油，后来变得复杂，涉及军火销售、技术转让和基础设施项目，而沙特阿拉伯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作为愿意忽视彼此人权侵犯行为的专制国家，两国政府找到了共同事业。BBC 报道，习近平在过去1个月会见了超过30国的领导人，目的是为了自己创造一个更良性的国际环境，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挫败西方大国与其盟友之间更多的合作。不过，经济学人智库认为，目标能够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中共12月7日公布的新10条全面松绑防疫措施，但市场反应不佳，中港股市暴跌，大陆网上搜寻移民一词的数据倍增。由于当局措施转变太快，很多民众表示感觉如同闹剧。12月7日，中共国务院在之前20条的基础上，再公布了新的优化落实防疫10条措施，其中首次明确轻症者可以居家隔离，除特殊情况以外，不再要求提供核酸证明，不再进行全员核酸检测等等。当天国务院发布的公告也没有再提及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而是强调坚决纠正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等做法，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各地全面解封的第一天，关于移民的微信指数暴涨，突破1亿，当天中港股市也暴跌。当地民众表示，
放开了，老百姓都想离开。上海市民表示，按照我们的想法，能离开的尽量离开，因为这里实在是没有办法生活，每天的变化让你真的又没有钱赚。就像风控，其实真正得这个病死的人不多，但是由于风控把人家饿死或者次生灾害，其他有了病得不到医治，都是这样的原因死亡的特别多。11月底白纸革命爆发后，习近平罕见的在接待外宾时坦诚民众感到沮丧。随后官方无论是政策还是宣传都出现了大转弯，出炉了迄今为止最宽松的新10条措施。与此同时，在白纸革命中被抓捕的抗议者仍然没有消息。中共当局正在对大批涉及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和白纸运动的示威者进行着秋后算账。